说他是来相亲的，原来是来相你的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呀！肥面宽鼻，粗手粗脚，头大如斗。你看，他胖的都没下巴了。姐姐，这可是你呀！讨厌！楚国嫡公主芈姝拜见大王。秦王。今日迎祀，大开眼界。令妹果然天赋迥异，四德绝佳。啊，秦王口中的四德，可是周礼所言的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舍妹淑儿，自幼在宫中悉心教养，四德自然是不会差的。此四德非彼四德也。令妹是饱德、饿德、热德、冷德。秦王此话怎讲？令妹体魄健壮，耐得饥饱寒暑，粗音大嗓，说明内气充沛。再看双手，寻常宫中女子都是纤纤素手，青葱玉腕，令妹之手却粗壮、红润、有力。这气味，这浑身气味是油烟柴薪之清香。狄公主该是精于煎熬繁制之烹饪高手。都说当年齐桓公的庖厨易牙，厨艺无双，只怕他若在世，也羞于与令妹比肩。秦王真是说笑了，淑儿先下去吧。是。秦王目光犀利，识人有术，寡人佩服。本王与楚王之嫡妹果然有缘，望楚王能成人之美。秦王，你当真要娶那个她吗？既然她就是楚王的嫡妹芈姝，本王别无他求。这大殿之上，君子一言可不能反悔啊！那是自然。本王要娶的就是楚国嫡公主芈姝。来，楚王，来，秦王，请。原来那老伯就是秦王。那秦王修剪了胡须，竟然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。只是他怎会如此糊涂，竟不分美丑，被王兄戏弄？姐姐这样痛心疾首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中意那秦王了。秦王有何不好？秦王自然是好，可他在大殿对大王信誓旦旦，要娶的楚国嫡公主，可是那个浑身柴薪清香、善于烹调的胖芈姝呢？那他是中了王兄的圈套，说不定他就是看中楚国嫡公主厨艺了得呢。你平日里姐姐妹妹的叫得那么亲热，
如今我是热锅之乙，你却在一旁看热闹。好了，姐姐莫急。你说，你要我如何帮你才好？得有人出宫，告诉秦王实情。这有何难的？此事交给我了。子歇，哎，子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不去哪儿。既然你不去哪儿，正好给我帮个忙。你那样厌烦我，为何还要来找我？你这个呆子！我找你，就是因为我有了麻烦，要找你帮忙。听不明白。你是君子，假如不是因为与我赌气，你怎会不明白？我黄歇前生前世就是欠你的。说吧，又有何麻烦了？不是我有了麻烦，是舒姐姐有了麻烦。你得带我出宫一趟，去见一个人。那我得考虑考虑。谢过皇公子，走吧。这策论十分要紧，劳烦你带我去面见大王。大王忙碌天下之事，哪有功夫看你的东西？这策论就是天下之事。走，不可以貌取人，要么代为转走吧交，你认识不可对读书人无礼。你们快就快在不读。走。张子，你的伤还未好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张毅一肚子历史谋略，无奈世人有眼无珠啊。张子若有文章策论，子歇愿为转之。张子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太子陪读。这是张子，曾为令尹朝阳的门客。哎不，朝阳不提也罢。朝阳待我如贱奴，我视朝阳已如仇敌，都过去了。可叹这身衣裳逼得张仪走投无路。魁姑正在为张子做一件新衣，你何不耐心多等2日？等，我张仪年庚已过40，一事无成，度日如年。皇公子，那就拜托了。